上個主日，我哋一齊踏入到將臨期嘅旅程。第一個禮拜，我哋嘅目光聚焦喺嗰個空置，卻係充滿住期待嘅馬槽。喺嗰度，我哋學習到好似牛同埋驢一樣嗰份嘅忠心同埋忍耐，要喺煩囂嘅世界裏面認得嗰位卑微嘅主人。去到將臨期第二主日，我哋就唔停留喺純粹靜止嘅等待。喺呢個主日，我哋嘅視線將會從嗰個安靜嘅馬槽轉向廣闊嘅曠野同埋夜空。我哋點燃嘅第二支將臨期蠟燭，先知之燭，呢個微弱嘅燭光象徵住喺黑暗世代裏面，先知憑着信心所睇見嘅盼望。同時，我哋喺聖景佈置裏面都會加入幾位身穿義服、風塵僕僕嘅人物，佢哋就係東方博士啦。嚟緊幾日，我哋都將會嚟到一齊分享到東方博士嘅由來同埋象徵，以及佢哋所送嘅禮物——黃金、乳香、沒藥嘅象徵意義。